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2月23公司台记台下暗新闻，我是阿敏珍。新闻一开始，先带大家来关心今日的新闻重点。台湾又搁新增加2个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是一对住伫咧北部的病仔囝，因最近拢无出国的记录。南韩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来到602例，其中5个人死亡，意大利也有2个人不幸过身，当局封锁12个城镇。前总统李登辉这个月初啉牛奶去抓到，即马变做是肺炎，什么时阵会使出院，也阁唔知影。新闻一开始，咱先来看国内又搁新增加2个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是一对住伫咧北部80多岁，也阁有50多岁的病仔囝，因最近拢无出国。爸爸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等慢性疾病，也是固定爱食药剂的病人。到底感染源伫咧倒位？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初步认为，这位得病的爸爸，伊的细汉后生是厝内底上早出现呼吸道症状的人，认为伊有可能就是家庭群聚感染的源头。不过，即阵也搁伫咧采检。另外，指挥中心也宣布，按今仔日开始，所有病院的医术人员若无通过申请或者是审核，拢不准出国。国内阁新增加2例武汉肺炎确诊个案，是一对北部病仔囝。第27例是老爸，已经80多岁，本身有高血压、糖尿病这慢性病，而且也有西药剂。第28例是27岁大汉后生，2人历时大共位，老爸2月初出现扫流鼻水症状，大汉后生更加早，在1月31出现症状，不过2人拢无去出国佚佗。27也进到加护病房里面，在照护当中，那所以相对他的情况也是比较严重一些。那28是也是有2侧的肺炎的一些状况。这个案件真做台湾第3层家庭烧毁事件，指挥中心真怀疑病毒可能是互细汉后生画到的。细汉后生现年40多岁，因为工作的关系，真接来回中国大陆。最近一摆返来台湾是去年12月初哩。不过今年过年期间，才有去中国旅游过的朋友食饭，老爸暗时也该带共位。而且细汉后生是这家9个人内底上早来出现症状的。1月28开始脑无爽快，即阵也该带伊隔离，采检报告也搁在等。而烦恼医护人员若是出国，返来台湾可能有14天的隔离期，可能影响医护人员能力。指挥中心也宣布，即日起所有医事人员除非报准，若无袂用出国。尽量把所有的医师的人力都留在台湾嘛，哈。那所以当然有一些特殊的，开会的情况啦，哈，有一些特别有必要，或者跟疫情有关的一个相关的研讨，而没有办法用视讯，相关来进行的，当然我想有很多的特殊的情况，那所以我们等它来报出来之后，那我们再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准予，不过，医术人员的定义情况是不是包含医美这外科？指挥中心无正面回应，只是讲会有医术署提出具体办法。离宣州公司号返来台湾的19位乘客，第2摆采检也全部拢是阴性。不过会较小心细腻，会搁加这19个人送往集中检疫所隔离14天，才有法度欢迎登去厝的。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国际疫情这方面，南韩小连续3天新增加武汉肺炎确诊人数就有几百人，统计到23尾暗仔新增加169例，现此时所有确诊的病例就有602例，其中有5个人不幸死亡。但文在寅总统是宣布，将防疫的预警提升到上悬的层级。日本各地头确诊的新病例也继续伫咧增加。但即阵伫咧日本，也有韩国武汉肺炎的疫情是继续伫咧拖。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就甲这2个国家建议为1级注意提升到2级的警示。另外，外交部是甲南韩旅游的警示调整为黄色的灯号，提醒国人若要出去，就要注意安全。但旅行商业同业工会是表示讲，即阵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原本要去日本看萨库拉旅游团是拢无半个人。3月、4月是日本、韩国商樱花大月，不过日韩武汉肺炎确诊病例一直增加。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将日本、韩国旅游疫情建议为第1级注意，优先到第2级的警示。旅行商业同业工会表示，最近日韩团客退团的人是真多。当初这个1级的时候，就说取消了40%，可是你到了2级，就是要建议你能够不去就不要去。那我自己公司的日本团都已经取消了，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生意了。影响面的话，大概最少80%以上。
台湾去年400万人次去日本旅游，3月4月上樱花，搁较侪人。今年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为大月变小月。礼拜日早起，外交部也发布新闻稿公告，将南韩旅游警示灯号升为黄灯，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安全，搁检讨是毋是应该爱去。部分旅游业者表示，甲去年同期比，日韩旅游团少一大半，毋是退团就是延期。对日韩的这个退团的这个同期比起来的话，大概差不多将近50%啦。公司行号包团的部分，它就是把时间往后挪嘛。大概都在年中的8月的都有。旅行业其实是很两头为难的期待是直接从1级跳到3级啦，就是全部都不出团，不然航空公司那一段必须全额都退还。学者表示，目前日韩旅游演习还未到第3级的警告，民众退回依然爱收5%的补偿费用。不过，日韩确诊病例若一直增加，疫情恐怕会摊开。旅游警示无排除会升悬到第3级。到时阵，旅行社扣除必要的费用了后，其他旅费必须专业退还给民众。部分旅游业者悲观认为，受疫情影响，不止日韩，连欧美长线旅游旅客人数也落真济。烦恼疫情拖全球。今年观光旅游业恐惊是连奇迹。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的疫情唔但冲击到海外旅游的市场，连国内旅游产业也爆发到走险。南部有几啊间观光工厂自从疫情爆发，团客就减一半。不过最近因为有出现一寡来佚佗一天的散客，才互业绩溜溜回温。业者认为这是因为政府有加强在做防疫，佮加上观光工厂的防疫措施有做到位，在地人客才敢出门行搭。可以了嘛？好，36.6哈。爱让体温帅气，手爱喷酒精消毒，才能入来参观消费。人比较多的时候才比较会担心，但是目前台湾的防疫这样子做起来，感觉还不会很担心。在嘉义这间饼观光工厂，防疫措施做甲真认真，尤其内部清洁消毒，无论是卖场也是散线，拢要求甲真严格。过去观光工厂主力是团客，不过因为受疫情影响，团客减少50%。大家会恐慌，的车辆数、人潮数，确实有影响，影响到可能快一半。不过部分观光业者表示，虽然团客减少，不过最近反倒但是一直有散客成长，而且大部分是在地人。嘉义县或是云嘉南地区的居民居多。第一，不会造成影响；那第二，他们不需要过夜。受武汉肺炎疫情冲击，各路真凄惨。国内旅游业者统计，台湾为疫情发生到即马，各路出团人数已经落50%，损失金额超过有32亿，而且损失金额还会继续增加。另外，政府祭出600亿纾困预算，传出行政院上紧这个月27日决定。民进党团也发出要拼3月中完成3套，互产业上海降价上价。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国内旅游也有饭店业者是想办法要找出路。伫咧中华专门卖肉圆，也有鹿港包仔业者改变做生意的方式，鼓励人客伫咧网络落订单，卖伫咧店内底食。订单是成中卖外4-5成。若伫咧苗栗泰安温泉业者是甲公共的浸水池刷入来房间，互民众会使伫咧房间内底浸温泉。2Q 外皮包着好食猪肉，中华市区这间肉圆卖得水，国宴小食，更加是中华人自细汉食到大汉的物件。伊用店内拢坐满满，即阵受到疫情影响，加了袂少的空位，离外口排队的人看到更增加咯。尽量是以外带为主啦。为什么？安全考量。买顿食人较多，工作人员真无闲。店头讲，因为疫情影响，民众较不爱伫外口食物件，管到顿会早转去食，增加2成以上。你为着互伫内底食民众能食得安心，除了加强店内消毒，也要求工作人员必须做好自我管理。平常我们就有带了啦，现在更有疫情，更是要带。我们员工一天大概要换个2-3个。受到疫情一直团影响，鹿港这间肉包店也感觉会到，以往鹿港小店每一摆到假日拢是人，肉包店头前生也是有人排队，业者讲也是相对减少3成，不过网络上订单却是增高1趴，反倒顿是有增加的。以前的话大概顶多1-20张、20-30张，现在的话都每天现接100张。
业者讲，即阵大家拢较毋敢出门，透过网络路段吸收明显的成长。而在苗栗泰安的旅店业者是甲以往大众池改做室内，希望挽回消费者信心。把我们的饭店户外的设施所有的泡汤移到房间里面做一个泡汤。业者讲，以往2月底将进入赏樱花的时阵，不过受到疫情影响，毋拿团客减少真多，订房率也落2成以上。除了减少伫公共空间大家斗阵的机会，也加强消毒，希望挽回消费者的信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武汉肺炎疫情即阵敢若是压袂落来。即阵伫咧意大利确诊的病例，短几天就来到79例，而且有2个人因此过身。意大利当局就惊疫情爆发到收煞，即马是采紧急措施，封锁至少12个城镇，差不多5万人去互政府要求爱踮厝内，甲防疫的工作做好。路上拢无啥物人，学校、店头、火车站全部关起来，干那几城。这是伫意大利北部伦巴地区的科多诺镇，因为迄个区已经出现超过50例武汉肺炎确诊病例，镇内喙暗红抢了了。意大利确诊病例增加到79例，惊疫情一直拖开。总理孔蒂22号宣布，包括科多诺在内12个城镇封锁，礼拜六开始禁止人员进出，大约有5万人奉要求留伫厝内。Abbiamo previsto che nelle aree individuate come focolai non sia consentito l'ingresso e l'allontanamento, salvo. È un bene, una cosa positiva per tenere lontano il virus. 意大利第一个确诊的病例是一个38岁查甫人。路透社报道，查甫人甲去过中国的朋友见面了后就破病，后来伊搁去病院看77岁的妇人人，官方证实妇人人后来死伫厝内，检验武汉肺炎病毒是阳性。Lo possiamo considerare il primo caso, anche lo annoveriamo tra il primo caso di decesso in Regione Lombardia ed è uno dei 2 in Italia perché l'altro è quello del Veneto. 另外一个死亡案例是78岁的奥利桑，伊的某囝亲情总共12个人验出阳性病毒。其实，意大利伫2个为武汉来游客伫罗马确诊了后，1月底成为欧元区第一个禁止所有中国直飞班机来的国家。而顶礼拜5进前，才通报3个确诊案例，煞伫短几天冲到79例，2个人死亡。记者林正明、王德新综合报道。来看美国政治方面的消息，美国民主党总统提名初选即阵进行到第3个州，内华达州2次党团会议初步结果显示，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伊要摕到第2摆的胜利是稳当当。不过，这摆开票的过程甲头一场伫咧爱荷华州同款，统计作业有出现故障，而且通报的速度抑有资料拢有重大。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2日在德州庆祝内华达州党团会议的重大胜利，以44%得票率赢其他对手真多。即阵伫已经举办的3场初选，已经摕到2场的胜利。We have just put together a multi-generational, multi-racial coalition, which is going to not only win in Nevada, it's going to sweep this country. 内华达州以叫城拉斯维加斯出名，境内有真多拉丁少数族的人口。前副总统拜登前2场惨败阴影已经消除，即阵以超过2成5得票率排名第2。而温和派的布塔组辑头一场在爱荷华州是初选胜利，排名第3。拜登甲布塔组辑目标拢对着桑德斯，强调甲川普诱来是全党共识。而桑德斯的社会主义色彩相当，会互国家陷入两极化对立。I ain't a socialist. I ain't a plutocrat. I'm a Democrat. By empowering workers, raising wages, and insisting that those who gain the most must contribute the most in order to keep the American dream going forward. That is different from Senator Sanders' vision of capitalism as the root of all evil. 下一场初选会在2月29日南卡罗来纳州举行，再来是3月3的超级礼拜2，到时阵会有14个州同时举行初选，会决定民主党超过1/3的党代表票到底是什么人会摕到。记者综合报道。
过来，咱来关心前总统李登辉的身体状况。李登辉前总统伊这个月初因为啉牛奶去砸到送病院治疗，即阵转变做是肺炎。这段住院的期间，风声不断。不过，李登辉办公室的主任王彦军今日尾暗仔特别接受媒体访问，强调李登辉已经有血啊，伊的体力甲英国未必值，也因为有心脏病，袂使用伤过强的药啊来治疗，所以恢复的速度会较慢，也无法度确定什么时阵会使出院。前总统李登辉初八啉牛奶砸到，紧急送台北前总，因为肺部出现小可感染，医疗团队紧急用抗生素治疗，而且考虑发炎指数增加，为求谨慎，做血液生化相关检查。不过住院到即马已经进入第3礼拜，因为状况不清楚，病情恶化者的风声真多。就是有一点转换成比较严重一点的肺炎，所以现在目前就是以肺炎的模式，现在目前在进行医疗中。李登辉办公室主任王彦军受访问时强调，李前总统这2年身体较虚弱，所以这摆啉牛奶砸到出现肺部浸润，高转为较严重的情形，加上有心脏病，免用伤过强的药物治疗，所以恢复较慢，还佫无法度确定什么时阵用出院。肺炎的这个感染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之前李前总统的顾及也要去兼顾，所以在这个情形下，我们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跟各位报告什么时候可以康复，什么时候可以出院。伊表示，目前肺部积水已经处理，也强调医疗团队继续治疗当中。出来的人，逐工拢会来探望。李前总统的身体状况是，包含意识这方面是比较……意识是不能讲很清楚，意识是清楚的。那因为毕竟李前总统98岁，呛到以后引发肺炎，一般正常人可能体能都不是很好。好，所以这一点谢谢大家的关心。为1999年开始，李登辉因为感冒开放性肺痨这因素，前后进入台大甲荣总进行紧急手术，也佫因为心脏问题，伫荣总接受心导管抗架的手术，而且伊全身所抗的血管架有52支，也创下世界上大年会纪录。记者综合报道。后礼拜2就要开学啊！台北、新北市政府即阵已经以社区感染的等级全面应战。面对学校随便开学，新北市长侯友宜今日是特别视察校园防疫相关的工作。当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是主持防灾人员相关的教育训练，就是希望防疫的工作唔好出现空棚。视察防疫物资的准备工作，面对武汉肺炎一直拖，全台各级学校2、5拜2就要开学啊！新北市长侯友宜唔敢忽视，早起就到新村公校去视察，全面准备要来防范这摆疫情。我们特别准备了111万的口罩，1万支的耳温枪跟额温枪，还有11000公升的酒精。要分给各分区的校长们再分派下去。侯友宜强调，防疫动作足前，要有万全准备，补助防疫物资。伊讲，政府是当作社区感染方式来提升防疫等级，超前部署。林南新北市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也主持防灾方式的防疫教育训练，特别强调，已经将社区感染看作是真实的存在，全力避战。对着中央被要求公布确诊的人所在地，台北市长郭文铁指出，无公开才更加惊吓。侯友宜是讲全力避战，超前部署。我都把它视同社区感染的方式，全力备战，超前部署。别人怎么说我没意见，我跟中央全力的配合。然后我们备战的方式一定走在前面。我们最好的就是中央的意调赶快出来。在哪里？比如在彰化就在彰化，说清楚讲明白。用一个大北部的确会造成更大的恐慌，所以我们台北市政府已经决定了，我不管你公布在哪里，我就是当成社区感染就在我台北市。比中央较早来防范准备，落实防疫，当作是足前的精神。1、2班一开学了后，学校内底出现确诊案例，听课时的线上教学也是后续的补课，甚至是应届考生是不是用伫限期内完成授课，拢是问题。记者综合报道。电风放上头，即阵对着武汉肺炎疫情，大家是拢心惊惊。台南市政府即阵结合宗教团体举办大台南消灾法会，希望会使安定民心。另外，台南市府也不准公务人员请假去旅游警示第2也有第3级的地区。
透早就未少民众来到因空的大庙无量宫拜拜，希望武汉肺炎疫情退烧，民众也是真虔心，防疫工作也是正认真，包括泵体温、消毒，做甲真周至。咱庙方啊，每一位参与的，到这本目前啊，可能发3000几份的口罩安尼，那这新的咱讲的这个福报福气安尼。疫情继续拖，唔那造成民众排队买翠暗，酒精阁互人心内惊吓。公家单位找地方庙司合作，联合25间公庙举办祈福法会，让民众会当安心度过这摆疫情。除了宗教信仰，台南市长黄伟德也讲，不准欺负公务员请假出国，佢已经发布做旅游警示第2、第3级的地区。那其他的国家还是可以前往的，但是出国前往哪些地区会不会影响公务，这是是否必须要思考的。这个部分呢，疫情比较严峻的地区，我们当然是比较持保守的态度了。另外，后礼拜2就要开学，台南各级学校也增加物资款好势。市府这2日会甲防疫中心、校方家长讨论，检测会沿相比中央更加严格的停课标准。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明仔载咱台湾西半部日时也有暗时温度的变化会真大。明仔载咱台湾各地，包括澎湖、金门、甲马祖，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那伫咧东半部有一寡所在会落雨。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进来看各地详细的资料。北部18度到26度。中部17度到27度，南部18度到30度，东部18度到27度，金马澎湖12度到23度。新闻最后，咱就会去加拿大看人出兵登记嘅。我是敏珍，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暗新闻。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